咱台语无亲像客语，无亲像原住民语，伫政府部门是无一个全职单位咧推广。有专家也有民间团体组成的台语政策推动联盟，拜三日召开记者会，要求中央甲地方该设台语的全职单位，嘛宣布讲，对今年开始，逐档拢要举办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，希望会当结合民间的力量来监督政府推广台语的政策。台湾国家正常化。台语好进未浪花。大声发出台湾人的心声，这是台语团体专家教授组成的台语政策推动联盟，站出来呼吁政府爱检讨台语政策。因表示，目前有一寡有意识的台语家庭伫厝内对世事讲台语，不过这个台语家庭的囡仔若送到学校了后，找无朋友通讲台语，就会开始讲华语。有台文系教授认为，这款断层甲学校的教育有关系，建议政府推动伫幼稚园、国小1、2年使用全台语来教学。即马就是无尽用华语去教所有的科目，这唔才会互大家人用华语讲啊遮尔好，嘛是要颠倒过来用台语去上华语，还是用台语去上英语，那会袂使，对无？根据109年内政部的统计，6岁以上主要使用华语的族群是66%，使用台语是31%，使用客语的族群干那1%，原住民语是0.2%。安尼看起来，使用台语的人口是真济。不过详细看调查，会当发现6岁至14岁使用台语的族群干那7%。联盟认为台语断层失传甲教育有真大的关系。目前国校学生一礼拜干那上一届本土语言课程是无够的。另外，联盟有指出，原住民语、客语伫行政院下面有关民会、客委会这款专职的单位，不过台语却无，呼吁中央地方政府拢爱成立台语委员会。客家甲原民因为都已经有中央的客委会、原民会甲地方各县市的客家原住民的什么处、什么局，台语完全拢无。这对这个有传承危机的语言来讲，是足大的一个应该是讲咱爱去注意的代志。联盟指出，1915年时，日本政府有做一份调查，显示当时有8成的台湾人母语是台语，不过到2004年，台湾敢若剩3成的民众认为台语是因的母语。为着要把母语扣回来，台语政策推动联盟会伫咧12月2日举办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，邀请各界做伙讨论，结合民间力量，斗阵监督政府的台语政策。记者戴阿双、柯宾哲台北报道。